另外来关心的是，新竹竹东火车头前的这条北行路呢，这人行道改善的工程是拄完工，也因为这排水孔设计是有问题，所以2个多月以来呢，已经发生10几件的这个意外，其中一件呢，佫造成这骑脚踏车的学生囡仔手骨锯去，在地乡亲是要求乡公所要赶紧改善。因道顶悬规排塑胶警示告示，摕开来看，排水孔的悬低差竟然有10几公分。才拄完工的工程，伫短短2个多月以来，才已经有10外个人跋倒过。上严重的，佫造成一个学生手去骨折。觉得是说你要做好，对，因为今天是我小朋友发生，那万一别人发生更严重，那更麻烦。工程办完留个洞，然后三角锥放了多久了？都用三角锥。 不管人民死活，听说有高度居然相差了将近有15公分呢，居然跟路面相差15公分，而且就在马路旁边、人行道旁边，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啊！竹东火车站头前的北行路人行道改善工程，全长大约1.8公里，顶共有上百个排水孔，造成侪人受伤。竹东镇公所表示，除了会负起责任以外，也已经要求厂商要赶紧改善。现场的这个排水格栅的这个孔洞的部分，我们也立即责成了施工厂商，赶快将这一个排水格栅部分赶快加封那我们不希望再有下一个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那我们也限期厂商必须要在12月中旬之前，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排水格栅的一个施工改善作业。镇公所指出，目前工程也未验收，会要求厂商伫排水孔安栏杆尽量甲边仔切合平，提供民众一个安全的行路空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